中部今仔雨有较热咯，也毋过嘛，佮继续传出灾情。彰化分园的山区有民众厝的顶仔骹甲道路是拢放弃。台中雾峰的黄国里嘛宣布突袭楼甲大规模崩山的红色警戒，紧急撤离山寨民众，互因先住伫活动中心。 东路墙和门前的路全部崩落山骹，彰化县分园乡东安村山区一户民家，因为连续落大雨，初一早起煞崩塌，连井埕嘛塌落去。祝福虽然人员平安，不过困精神，工园变款因真惊，也烦恼讲大雨领来，恐惊厝会倒。这路是伫遮咧过啊，即摆路拢无去啊，放到厝骹来啊，拢无路啊。无路啊，本来是路规个放落，遐规个。 无法度，伊即摆路，你即摆雨棚砍安啦，雨棚搁落啦，落，行出来厝就落去啊。昨暗时帮因厝边啊，遮大家看，刚刚听讲有落石的声音，到底倒位咧帮嘛唔知嘿，哎，啊是下早啊，差不多5点40至6点就放啦。规个拢放落去。 西南气流带来大雨，台中市雾峰区红国里山区因为地势较惊，真侪道路因为土石崩塌路未通。31下晡接到龙川水保署发布土石流甲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，紧急撤离山顶30户住户，住活动中心。民众讲唔捌拄到这么大的雨。没有对，因为以我这个年纪的话，我真的是还没有遇到这么夸张的。对。这第一次。 以前好像都没有发生过嘛，因为这警戒值内的，下雨量只要超过600，我们都要准备撤离了啦，因为怕像那个小林村的一样啊。当地里长是讲，30人当中有20人去挖亲情，10个人暂住活动中心，目前由社区提供3顿也加4顿的用具，望天气会当较早好天，警戒解除，就会当过正常生活。记者采访报道。